讲到这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和法院裁定交保了后，今日答应交保啊，下晡2点外来离开法院。伊批评这承办的检察官毁掉司法的信任度，差几年拢查无到物件。伊也搁再批评总统赖清德和台湾四线。郭文哲交保了后，随登去新德和伊的妈妈见面，也因为有限制自己，暗时10点进前爱登到台北徛街用手机汇报。支持者总算看到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哲身躯边有太太陈佩琪，牵手陪伴到庭行出法院。检察官，你们查了1年，到底查到什么？什么都没查到。民进党做梦都没有想到，他民众党怎么会这么干净？就为了这几个检察官，把整个台湾社会的司法信任度全部摧毁掉。这条7000万交保面对法院裁定，我表态爱国心思。计算1点后，设备点头交保，先感谢小草的支持，暗过为一顿，先批评检察官摧毁司法信任度，可炮轰总统赖清德，和台湾陷入混乱。这个案子根本是冤狱，我个人的苦难就这样过去了。但是我希望台湾以后可以更好一点呢。不要这，为什么要让整个国家陷入四分五裂？赖清德，你好好想一想吧。被羁押禁见差不多1年，关提讲起看守所生活，家己口说家己是轻车要犯24小时看不到日头，各向香港到真济法警根本都是伊的迷障。法官回应有保全收容人的放射空间光线顶，各定时安排运动时间，暗过对警戒被告的采取必要区隔措施。民众党动员几摆支持者贴满北京外口电控区，迎接关提登去，暗晡队伍内底有110个人伫现场抓银纸，关提新的故乡姚总统。柯文哲贪污，你们知不知道？司法不公平，你知道吗？关提交保了后，一大行程就是等于新着找妈妈，暗晡被限制自己，每日暗时10点进前爱登台北用手机上传住所的画面，讲起后生做父，关妈妈是真唔甘。忍袂住，后天流目屎。我一个人找1年，佫找无。佫可能贵的。生活嘛是真艰苦嘞。这摆得到交保，北检议员咧演议是毋是控告官司也还未结束，台北地院排定查到新地经发生这案件，国天会搁一摆出庭，甲检方正面对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